聽講咧，朗豪坊有個全球唯一專利技術 Xion，可以減皺我嘅法令紋同埋增生我嘅膠原 BB。你睇下做咗半邊面嘅效果，係咪好靚咧？真係大癲啊！喺香港做女人好辛苦㗎，又要顧事業，又要保持智慧，最緊要係 keep 住個靚樣啊嘛。但係隨住時間流逝，法令紋出晒嚟，所以我想揾一個真正有效嘅方案，幫我由根源改善。呢個就係我揀 Xion 嘅原因啦。好誇張啊！未做嗰邊咧仲係鬆鬆地，條法令紋好明顯，但係做完一邊之後，輪廓即時收緊，蘋果肌都提升咗，雙下巴都淡咗好多啊！成個療程係用 BTL Xion 儀器，將單極射頻同聚焦超聲波一齊輸出，醫學實證可以刺激透明質酸增生224%，膠原蛋白增加咗47%，彈力蛋白增加50%，過程完全冇痛。只係感覺到溫熱，仲有 AI 控溫保護皮膚，好安全啊！完成啦，成個效果真係超出我嘅預期啊！法令紋冇咗啦，成個輪廓都出返嚟啊，而且眼袋都少咗添啊！成個感覺咧，好似做完之後完全係唔需要恢復期，即刻就可以化妝啦，真係好正啊！今次幫大家爭取個超級優惠，留言 BB 就可以用1折體驗呢個療程啦！